欣赏美丽画作甲艺术品是真侪人喜欢的休闲活动之一，也是生活当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。为了究竟大众甲艺术的距离，统一集团5日开始，分别伫吉米博物馆以及网络平台上开创了一场合作琳琅满意的画展，希望会当协助推广艺术文化。非常多杰出的艺术家老师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他们致力于自己的创作，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，透过创作去呈现真善美的概念与他的热爱。在同时之间，我们也发现到有非常多的我们想要找到一幅我们钟爱的画作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因此，我们要搭起艺术家朋友们、老师们与收藏家们之间的缘分与桥梁。琳琅满意画展，总共邀请22位艺术家，再来超过358作品，创作内容更是以城市记忆、色彩响艳、自然疗愈这3大系列作为主题，让它呈现有2种不同的心境啊，因为我们要去孔庙。你走到孔庙去，他收拾的就希望的就是带着一种非常肃穆敬仰的一个态度，哦，这跟你刚才在走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。不止会当现场欣赏，民众透过博客来网站嘛会当线顶看展，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就减少了大众亲近艺术的机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